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向照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来到伊到伊的面前，感谢伊，是用诗歌向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请咱做伙吟诗来学乐上帝。献诗第305首，献诗第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同心来祈祷。慈爱怜悯的天父上帝，我们带着谦卑跟敬虔的心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恳求你的恩典与怜悯临到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承认在信仰的旅途中，我们时常信心软弱、热情冷淡，未能积极传扬你宝贵的福音。求你赦免我们的怠惰与软弱，借着你的圣灵再次激励我们的心智，使我们重新燃起热情，勇敢地为你做见证，活出敬虔、有爱、有盼望的生命。我们特别为教会即将展开的各项的事工，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愿你亲自带领暑期的彩虹营的筹备跟进行，让这些孩子们在活动中真实地经历你的爱。主啊，我们更要为建堂的事工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的人力、经费及未来的方向上有不安及挣扎，求你亲自赐下信心和意向，使我们同心合意，积极摆上，经历你奇妙的供应与引导。愿这一切的事工的推展，都因你的荣耀而发动，也因为你的荣耀而完成。主啊，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的身体软弱及心灵受创的肢体所祈求，特别为周报和牧会函中所提到的弟兄姐妹林淑娥、廖贤哲、张永福、吕春美、李富雄、吴美惠、刘思恋等，愿你亲自看顾他们的需要，求你以你的慈爱手扶持他们，医治他们，使他们得以平安和刚强，在你的同在中重新得力。也愿整个教会成为守望与扶持的群体，使爱在你的家中能够真实的流动。主啊，我们要为这个世界，特别是我们所爱的台湾来祷告，求你赐下你的平安、包容和接纳，使众人能够放下成见与苦毒，回到你慈爱的怀抱，以主的爱和饶恕彼此接纳，赢回属于主你的国度。最后，我们也要特别为牧师来祷告，愿你的圣灵大大充满牧师，使牧师所分享的每一句话都有主你的恩膏的能力。愿他进每一位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得着圣灵的滋润与更新，满载你的恩典和祝福离开。以上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所求，阿们。弟兄
是咱当先来 KM 文第57篇，KM 文第57篇，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我来 K， 请兄弟来演，来用交通方式来 KM。我是种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加果子的枝，伊就甲伊种起来。有加果子的枝，我就予伊修剪。互伊结果侪果子。我对你讲的话已经互你清气啦。恁就甲我结连，我就甲恁结连。既无结连葡萄树，家己嘛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会结真侪果子。无我，恁袂结啥物？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大气的枝，互人飞出去外面。互人叫规堆迄落火烧。你甲我结连，我的话伫你的内面。恁无论爱啥物，求就互恁实现。你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阳光。即是来读圣经，伫约翰福音第14章第25节到27节。我来读。我要甲你做伙时，已经有遮个话下你讲。毋过为做遮，就是爸用我的名要差来现行，会将一切代志教示你，嘛会互你记伫我下你讲的一切话。我将平安留互你，我的平安赐互你，我赐互你的甲这世间伫互人无共款。你的心毋通着急不安，嘛毋通惊吓。愿上帝地会祝福领受伊的话的人。只是主理学学生要来带咱来学罗上帝，因要因的时光是当我进入他的门。愿一切水的歌声，食做香香的祭，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恩。今日要来带咱来分享的是本堂的林耀新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重启破碎的生命，将时间交予牧师。大家平安。感谢咱的主要的学生带咱用到这条诗歌叫做“当我进入伊的门”。当咱进入上帝的殿院的时阵，我毋知影咱用着啥物款的心情来到伫上帝的面前。伊伫即个歌词内面讲，他使我喜乐，他使我喜乐，我要因为欢喜，我要欢喜，因为伊来互我喜乐。那嘛期待咱真正会通伫主的内面真正领受着对主来的平安甲喜乐来充满伫咱的心内。咱同心来祈祷。
稳定的主阮搁一届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学习到主耶稣的款式，互阮用着谦卑的心，互阮伫即个时，阮主神伫主你，阮要搁较一届透过你的话语，搁一届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搁较高主神伫主你，搁较高借着圣神的帮助引带，互阮会通时常会记得主你对阮所讲一切话，互阮会通伫圣神的帮助内面来受到提醒，也会通搁一届来安尼，阮的性命来得到反转来到伫真正归因伫主你，互阮全人来搁较高倚靠主你，愿你的神亲自来引带阮、帮助阮，也是阮赐福伫阮所有正人的顶面，安尼恳求祈祷，靠出来所叫做圣名。这是一块啥物货？蜂巢。哦，有蜂蜜的蜂巢。蜂巢嘛叫做蜂蜡，伊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维生素。无输其实是真爱食蜂蜜是安那真爱食蜂蜜，是因为你毋免因为安尼，恁就摕蜂蜜互我我要讲的意思是因为蜂蜜本身若照圣经这个啥物人约拿单伊伫咧甲这个外邦人咧争战的时阵伊的老爸讲，若无太赢安怎，就袂使食物件。哇！大家人都真正就开始拼，毋过无食物件，佮用较济气力，到尾大家人会安怎？会软骹，会软手但是这个时阵，约拿单伊无听到王讲的即句话，所以伊做一件代志，伊用着伊的剑拄好看到这个安尼有一个这个野蜂的蜂巢，伊摕着迄个剑对迄个蜂巢面顶挂着这个蜂蜜安尼将这个蜂蜜含咧喙内底了，发生啥物代志？他的眼睛就亮了所以牧师就爱食蜂蜜的，就是讲要让我的眼睛能够亮，互我的体力会通来得到更较侪恢复。所以蜂蜜这个天然的迄个这个蜂蜜对人有真侪的这个利益。蜂巢嘛共款伊有真丰富的这个维生素，嘛有矿物质，佮着蛋白质，佮着这个脂肪酸。这个蜂蜡的物件，伊是会用互你咀嚼嘛会使搭配着这个蜂蜜同齐来食。伊嘛会通亲像咱安尼树莲糖共款安尼伫咧咱的喙内底来煲。毋过你会发现你若像吞无啥会落，就咱亲像树莲糖共款啦所以毋过你伫咧喙内底咧煲的时阵，会用清洁你的牙齿。佮这个蜂蜡伊不太容易消化所以过量食用会引起胃肠的无爽快这个蜂巢的这个成分内面有这个叫做长链的这个脂肪酸，佮着醇类会通帮助有可能会通帮助降低胆固醇，佮着这个这个促进这个心脏的这个健康。这个蜂巢是迄个工作的工蜂用着真紧密的这款的这个正六边形的编排来做成的。伊用着内底会通存着这个蜂蜜，嘛会通放花粉，过来咧会通培育这个幼蜂，嘛会使防水伊甚至会通甲着即个蜂胶，会通来帮助着伊的即个蜂巢，若有破损的所在，会通来甲伊
安尼补即个破空，避免即个安尼即个异物入去来入侵安尼所以即个蜂巢会通讲是蜜蜂的即个生命的堡垒。今仔日牧师要借着即个蜂巢的即个正六边形咱要来探讨咱的生命内面有可能拄到的问题。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安尼亲像即个蜂蜜即个蜂巢共款，咱伫咱的生活内面，咱会通甲着侪人安尼真紧密的连结在一起。但是也因为真紧密的连结在一起，所以有可能会产生一寡遮的摩擦，也是一寡遮的伤害。有一个姊妹安尼，伊过去伊嘛是安尼真相信即个张念慈姐妹伊过去真相信即个世界是一个会通好互伊安尼倚靠的一个所在，伊也会通真安心。真信任伊身边的每一个人，但是经过一摆搁一摆的迄个背叛，也是即个伤害，甲着即个失落，互伊的内心内底的迄个信任的迄个架构，安尼逐渐的迄个崩解，崩盘去。所以伊开始安尼讲筑起伊内心内底的迄个高墙。伊无搁再真轻易来敞开伊家己，伊真惊讲伊搁安尼会伫咧即个敞开的过程，伊再度受到伤害。安尼后来伊就发现讲，当伊迄个信任安尼受到即个破碎了后，迄个要修补的即个工程并无容易。伊安尼。伊要怎样会通来搁一摆重新来建立迄个有安全感，会通互伊家己会通搁一摆来相信别人，无搁再活伫咧迄种怀疑，是迄种封闭的迄款的中间。有一遍伊就去到伫拄好安尼，甲着一寡朋友去安尼，我想咱嘛有个人有安尼机会去参观着迄个蜂蜜的迄种。迄种叫做啥物？博物馆蜂蜜的博物馆，咱宜兰嘛有嘛然后伊就去到伫迄种安的博物馆是种迄个伫遐咧销售即种天然蜂蜜的即个所在伊就伫遐看见着讲即个蜂巢的结构的一个文章伫咧迄个伫咧迄个壁顶迄个面顶就写着讲。即个蜂巢，伊的即个六角形的即个结构是大自然中间迄个上稳固、佮真有效率的一个设计。伊安尼毋但是会通互迄个空间最大化，佮会通安尼承受迄个真大的迄个压力，会通佮彼此伫迄中间来支撑，会通互规个即个蜂巢袂用安尼来去互倒坏去。伊看到即句话了，伊就安尼伫遐。深深的思考，讲如果即个伫咧大自然的中间，会通透过着即款安尼即个六角的即个架构来安尼会通安尼有一个真稳固的即款安尼的即个结构的即个蜂巢，安尼伊是毋是会通透过某一种迄个信任的迄种的六角的架构搁一摆来重新来重建伊家己迄个破碎的内心的即个世界。后来，当伊读到伫即个诗篇125篇的第一节的所在，伊讲：我靠上主的人，亲像锡安山，永远坚固袂摇拽。即个念词，伊想讲，伊就开始想讲，如果伊若会通将伊家己的迄个信任，是建立伫咧上帝迄个坚固的地基的顶面，安尼是毋是建立伫咧迄个人迄种的可靠的程度顶面？安尼，伊的内心是毋是会通搁一摆来重新来建造一个搁较稳固的迄个内心？伊开始去想起伊过去的迄个遐个创伤遐个伤害直到伊主持迄个高墙，迄个信任
那原底本底是一座，咱讲那亲像一个精心编织的一个网络，以后咱会通伫咧即个咱的规个即个人际关系的中间，互咱会通感觉安全，知影家己会通来倚靠来倚靠着别人，来信任别人。但是咧，当迄个创伤发生了，迄个规个原底迄个安全网就开始伫咧中间来帮伴，互咱失去迄个对即个世界的迄款安尼安全感。即个念慈伊的内心安尼那亲像是一个安尼受到破损的即个风潮共款，迄种过去的伤害，互伊哪来安尼恶地来去信任其他的人。迄个过去甚至是迄个童年的被忽视互伊感觉讲家己并毋是一个值得被爱安尼伊伫迄中间，伊真惊，搁一摆来敞开伊家己的内心是讲迄个朋友的迄个陪伴对，互伊安尼对伫即个亲密的迄个关系伫遐来产生迄种恐惧，无搁再来愿意伫迄中间来投入迄个感情是讲过去迄个承诺伫迄中间来破灭，互伊伫遐来开始来怀疑即个是毋是即个世界根本就无迄个所谓的迄款安尼可靠的迄个关系。念慈以为伊讲安尼我就来伫即个中间来主持一个高墙，会通来保护我家己。但是伊却发现讲，当伊伫遐来主持伊迄个高墙的时阵，伊却伫迄个中间迄款的自我防御，反倒互伊哪来感觉安尼孤立，互伊哪来孤单，无法度真正甲人建立迄个真深交的迄款安尼的迄个连结。伊伫遐惊迄个信任，但是伊却阁真较无会通信任，伊较无有人会通来理解伊，但是伊却无愿意，也是讲毋敢互人来接近伊。后来伊伫咧安尼读圣经后来伊去伫遐圣神伫咧内心内底的感动。伊一下开始想到诗篇第40篇第1节讲起，就讲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难是咱患难中及时的帮助。即句话，互伊搁一摆来意识到，是讲检测即个信任的迄个根基应该建立伫咧迄个永远未改变的迄个上帝身上。无搁再是迄个伫迄个人迄个有限的人的迄个承诺的顶面，所以伊伫遐开始去深入迄个了解即个蜂巢的即个结构，伊就伫遐来发现，伊伫遐发现讲，即个蜂巢，伊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安尼的迄个坚固，是因为伊安尼拥有一个六个迄个核心的迄个元素。即个元素拄好是会通应用伫咧迄个信任中间的迄个种信任的中间的迄个一个六角的迄个安种结构的顶面。第一个就是迄个自我的接纳。念慈伫遐去意识到讲，迄个信任的基础，并毋是来自其他的别人，乃是伊伫遐。爱对伫家己的迄个价值的迄款安尼的认同。如果伊若无法度接纳伊家己，安尼无论别人对伊怎样会好，伊拢真恶地安尼用着真正的迄个信任来去信任对方。所以伊开始伫遐来提醒伊家己讲我选择相信，我是有价值的。我值得被爱，我值得被尊重。当伊伫遐来开始伫遐来安尼学习，伫遐来学晓接纳伊家己的时候，伊就开始伫遐发现伊家己的内心的迄款安全感，慢慢搁一摆来转来受到建立。第二，伊伫迄中间，伊去发现迄个辨识值得信任的人，
是一件真要紧的代志。选择迄个安全的倚靠。这个念词一开始伫遐学习到，迄个信任无代表无条件伫遐来相信所有的人，乃是爱去安尼懂得去选择迄个值得咱信任的人。亲像这个彭秀，这个凤群，因会通安尼将这个伊的彭秀安尼建立伫咧一个真稳固的迄个基础的顶面，伊也需要伫遐来学习来观察，甲着做迄个分辨，要来去分辨啥？这个人是毋是有言行一致？这个人是毋是有尊重迄个界限？这个人是毋是愿意伫咧关系中间来伫遐来愿意来付出伊家己？过去迄款安尼伤害有可能是来自迄个错误的迄个信任，但是当伊学晓伫遐来信任迄个应该建立伫咧迄个值得信任的人的顶面的时阵，伊伫遐搁一摆安尼慢慢安尼去学习着，伊应该去会晓去辨识啥物人是值得伊信任的人，伊无搁再伫迄中间来受到伤害。第三，伊伫迄中间伊学习到，伊应该来勇敢来表达伊家己的迄个需求，伊伫遐来应该有建立一个真健康的迄个沟通的迄款安尼关系。念慈伊伫迄中间，伊伫遐来发现过去伊家己的迄个习惯，伊拢过去习惯将问题来藏伫咧伊的心内，伊伫遐惊吓表达，有可能会抵触到那种表达，结果造成迄个冲突。但是，迄个健康的关系是需要真诚实的沟通，而不是委曲求全。所以，伫遐来开始，伫遐来练习，要安怎来？当伊感觉讲伊内心有迄款的不安的时阵，伊就会通伫遐来真诚实来表达讲，我内心有迄款安尼不安。无搁再伫遐选择沉默，是伫遐来道歉，来真安尼真清楚来面对伊心内的。遮所有的遮不安，也是伊所有心内的迄款迄个咱讲伊的感觉，将遐感觉来甲伊表达出来。当伊安尼开始会晓去尝试去表达的时阵，伊就渐渐内心会遐个结会通一个一个慢慢来甲透开。第四，伊伫迄中间伫遐来发现讲，迄个饶恕甲释放过去是一个真要紧的无搁再受到迄个伤害，甲伊规个甲伊拔掉咧。伊伫迄中间念词，伊明白着讲，如果伊若无愿意来放下过去对伊迄款安尼伤害，伊的内心就无法度得到迄个真正的自由。但是了啥无代表讲袂记哩，是讲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容忍。伊乃是伫遐来选择讲，无搁再互迄个过去的迄个伤害，继续甲伊规个甲伊掠掉咧，无搁再伫遐来掌控着伊家己。所以伊伫迄中间，伊想起着《以弗所书》内面迄个第4章32节内面讲啥啦？着亲切、仁慈、三款待，互相赦免，拄甲上帝有通过基督赦免恁共款。要仁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当念词伊伫遐安尼开始去想到迄个过去的遮个背叛，无法度来改变过去的伤害，已经伤害无法度来做任何改变。但是伊会通伫遐来选择，无搁再互迄个伤害来伫遐来控制伊家己，控制伊的未来，控制伊的内心。第五，伊伫迄中间伊发现伊需要互伊家己有一寡时间，互迄个信任会通伫遐来慢慢来得到恢复。迄个丰收的迄个结果需要迄个迄个蜂巢的迄个建造需要时间。迄个信任的迄个中间嘛是共款，需要时间。伊无搁再安尼急于要互家己伫遐来马上变做好，乃是稳准伊家己会通慢慢来，稳准家己伫咧即个关系中间慢慢伫遐来尝试，伫遐来适应。伊伫遐来安尼开始来提醒伊家己，我稳准我家己会通真用着真安尼讲合适，也是讲合宜的迄款的步调，
伫遐来慢慢啊来安尼往前进，无搁再伫遐来强迫着家己来安尼讲立刻会通来安尼讲完全去信任对方，但是伊伫遐一步一步来往前朝进。上到尾，伊伫遐来发现讲，伊需要伫咧主的内面找到迄个上落尾的迄个安全感。伊伫迄中间发现迄个真正的信任，无搁再是干那安尼来自即个人际的关系，乃是对伫上帝的迄款安尼完全的信靠。当伊知影上帝永远袂离开伊，也袂放弃伊，伊就会通伫上帝的听的内面来做到迄个安全感。就算讲人会失信，但是上帝永远可靠。伊伫遐去回想着圣神伫伊内面内心，开始互伊去回想着即个伫咧约翰福音的14章27节，遐讲着我将平安留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我赐互恁的，甲即个世间伫互人的无共款。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嘛毋通惊吓。当念慈伊愿意将伊的内心全然伫遐来交付主的时阵，伊的心开始接受到迄个对上帝来迄款真正的平安伫咧内面。所以咱会通去看见讲，当念慈伊伫遐安尼来用到即个蜂巢的即个六角即个结构，伊伫遐开始来重建伊的迄个蜂巢的时阵，伊伫遐开始用到信任，搁一摆来成做溃烂，互信任会通搁一摆来成做伊的性命的溃烂。当伊开始运用着头拄咱所讲即6个即个核心的即个原则的时阵，伊发现信任无搁再是一座即个脆弱的一个咱讲玻璃屋也是玻璃塔，乃是一个真稳固的一个藤树。伊无搁再安尼全部完全的信任，是讲完全的封闭伊家己的迄款的极端的方式来去对待迄个关系，乃是伊伫遐学晓伫迄个中间安尼用着迄个学晓伫咧即个爱、听，甲着即个智慧的中间，伊伫遐来安尼一步一步来建立迄个安全的迄个情感的迄款安尼的连结。所以开始伫遐安尼开始愿意来某一寡人来敞开伊的心扉，伊伫遐尝试着开始分享伊迄个真实的迄款的想法。伊伫遐来发现当伊勇敢来表达伊家己的迄款安尼的需求的时阵，迄个关系袂因为安尼来伫遐来破裂，乃是会通伫迄个中间反转，会通搁较健康，有一个真搁较健康的关系。伊伫遐学晓伫遐来辨认，然后辨识啥物人值得信任，啥物人只是干短暂伫咧伊的生命内面所出现的迄个过客。念慈无搁再伫遐，互迄个过去对伊迄款安尼伤害来决定伊未来的关系的模式，乃是伊选择活在当下。所以弟兄姊，当咱伫遐看见即个念慈伊的即款安尼即个生命的即个成长的时阵，咱会通搁一摆来好好来想，咱要安怎互咱的即个生命会通成做一个真坚固的即个藤树。信任并毋是一个真咱讲一时可也是讲瞬间恢复的一个过程。伊是一场真精心打造的一个工程。当咱愿意透过即个六角的即个架构的即款的关系，搁一摆来重建咱的内心，咱就会通互破碎的即个信任搁一摆来成做咱的溃烂，无搁再互即个伤害成做咱生命内面的迄个枷锁。也期待咱会通透过咱头拄牧师所分享的即个蜂巢的即款安尼疗法，互咱的心无搁再安尼孤立，安尼咱讲
竖起即个孤立的即个高墙，结果煞袂晓甲即个高墙来甲伊拆离。咱无搁再安尼踮伫咧迄个孤立的高墙的内面，咱是要咱会通建立一个真稳固的迄款的信任的迄款安尼结果，会通互即个听甲智伫咧即个听甲即个爱的迄个智慧的中间，咱会通真安心自在，甲到即个世界，咱的兄弟姊妹伫迄个中间来甲因有一个真美好的结连。咱会通好啊来去想讲，头拄牧师所讲的即个六角是倒六角，检采咱会通搁一摆来好啊来回想，咱过去咱所受到的伤害，咱是毋是愿意伫遐来自我接纳，相信咱是迄个被爱，咱是迄个应该被尊重的，咱是尊贵的，咱是毋是有伫迄个中间，咱选择遐个通信任的人，咱是毋是有伫迄个中间来真诚实来表达着咱家己的个人的感受，无搁再是一味的去压抑，是伫迄个中间来吞忍，乃是咱伫迄个中间真诚实来去面对咱家己。当咱受伤的时阵，咱就伫迄个中间讲我内心我有迄种受到伤害迄款咱的感觉，我期待怎样？咱伫迄中间来真诚实来表达咱家己的感受，来将咱家己的想法来表达出来了，搁怪咱就是伫迄中间来彼此来伫遐来接纳，咱透过疗伤来伫遐来放下伤害，无搁再互过去的遮个伤害来伫遐来控制咱家己，无搁再互过去的伤害伫迄中间将咱家己规个捆绑掉咧，咱无搁再伫迄中间伫遐讲我就是我。我就是，虽然讲咱伫咧，咱的会记咱伫咧妇女的时光伫遐去讲着分享的时阵，迄个吴信如老师是毋是有讲着讲我就是我，有没有？但是当咱伫遐讲我就是我的时阵，咱毋是讲我就是我，国怪咧，我就规丛好好，风吹袂倒，会开花袂结果。如果咱若是安尼的时阵，咱的性命无愿意伫迄中间，咱伫迄中间甲上帝相拄，咱伫迄中间，咱无愿意伫遐来安尼，互圣神伫咱的内心来伫遐来对咱的提醒，咱犹原继续依然故我，安尼迄个伤害继续伫咧咱的性命内面来伫遐来来甲咱刺插，伫遐来甲咱伤害，咱是毋是有互咱家己时间？互迄个对人的迄个信任慢慢恢复，佮咱要安怎来信任人？咱头拄有讲起，咱爱去选择迄个通信任的人，佮遐个无值得咱信任的，伊是咱生命内面的过客。咱要安怎伫迄个中间来做真有智慧的迄个分辨？佮上落尾，咱需要的也是上重要的，就是。咱爱伫咧主的内面找到迄个真正的安全感，就咱要伫咧咱所拄到的遮个咱认为感觉是对咱的困境、伤害迄个中间，咱会通伫遐来安尼行出来，无搁再互迄个伤害继续来伫遐来甲咱捆绑，来伫遐来甲咱伤害，乃是咱会通靠得住，互咱会通得到迄个完全的自由。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今仔日牧师所分享的，咱会通搁一摆来去思考，咱过去要怎样来去面对着咱伫咱生命内面咱所拄着遮个伤害，搁咱每一摆去想起着遮个过去遮个伤害时阵，咱的内心内面到底是仍然隐隐作痛，是遮个伤害咱。成做咱的记忆的一部分，但是迄个记忆无搁再成做咱的伤害。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安尼伫圣神伫咱的内心开始来工作的时阵，咱伫遐来主祈祷讲主啊，我的内心内面到底还阁有啥物货是
安尼，啥物人伤害我？伊当我开始咧想起遮个代志的时阵，到底我的心是抑阁会痛疼，抑阁有愤怒，是侪侪迄款的忧伤，是迄个记忆无搁再伫遐来，互我的心来有任何的迄款的愤怒，甲着迄个痛疼。如果有，安尼我要怎样？伫咧今仔日的即个处理伤害即个6个步调内面，恳求主圣神帮助咱，互咱会通看见咱家己内心真正的状况，咱欢喜伫迄中间一步一步行出来，无搁再互过去的伤害成做咱的伤害，乃是互伤害成做记忆，搁即个记忆要成做咱生命成长的养分，互咱会通伫咧面对着以后未来拄着同款的时阵，即同款的伤害的时阵，咱无搁再伫迄中间来受到伤害，乃是咱会通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咱搁一摆，若咱家己伫迄中间会通真平安行出来，搁会通帮助甲咱有类似伤害的人，会通陪伴伊嘛行出即个伤害，互迄个伤害只有是敢若成做记忆，但是无搁再成做伤害。咱会通搁一摆好来去想头拄牧师所分享的，但伫咱的生命内面有一寡正的创伤，递到咱安尼筑起咱生命内面的即个防备高墙也无？咱是毋是捌因为某一寡正的伤害，咱开始怀疑即个人际关系的即款安尼可靠性？也是讲当咱开始想起着某一段的迄个经历的时阵，咱的心是毋是悠然会感觉到不安、愤怒？安尼咱要怎样？搁伫咧咱的即个即个规个头拄咱所分享到即个六角架构的即个6个原则内底，咱感觉倒一个角，是咱目前上需要去操练甲建立的？为虾米？到底是自我的接纳呢，还是迄个会通去辨识、通信赖、通可靠的人，还是咱需要去伫迄中间去操练表达咱的需求，是咱伫迄中间咱需要去操练饶舌，是咱伫迄中间咱需要伫遐来耐心等待，是咱需要搁较侪来信靠咱的主、咱的上帝。咱敢有一个啥物较具体的一个人，还是一件代志，是咱会通伫迄个中间，咱欢喜来去尝试去应用伫咧即个角度的顶面，咱伫迄中间来伫迄中间来得到自由，来伫遐来得到修补。咱是毋是愿意伫咧咱的生命内面，互上帝成做咱迄个信任的迄个起点，是迄个上老尾的迄个避难所。伫咱感觉到咱无法度去信任任何人的时阵，咱是毋是愿意来安尼对上帝搁一摆来敞开咱的内心？咱是毋是愿意伫遐当，甚至咱来对上帝讲：主啊，迄个人伊伤害我，但是我愿意开始来尝试，来去尝试饶恕，但是我伫迄中间，主我饶恕不下去，求主帮助我，互我伫遐愿意伫主你的内面来得到主你的疼，来会通开始来尝试去饶恕对方。当咱相信上帝的疼，伊是毋是真正对咱不离不弃？搁伫咱的内心内面，这个时阵，伫你的内心内面有啥物款的主的话？会通成做你信心的迄个根基甲瓦靠。咱是毋是会安尼为着一个曾经伤害咱的人，来做出愿意放下伤害，无搁再互过去来主导咱的未来？咱敢有法度来做出安尼的选择？了啥无代表伊是对的。乃是你选择
你要互你家己自由。你敢准备好势，要互你家己来得到自由？有啥物款的具体的行动会通帮助咱来去往着迄个讨棒的迄一步来迈进？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分享的，甲着主的话，会通搁一摆帮助咱会通搁一摆来对主的内面来去领受着对主来迄个全然的平安。亲像主伊伫咧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文内面讲，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着，会通搁一摆来帮助咱无搁再受到过去这伤害来甲咱捆绑，乃是会通伫迄中间得到全然的自由。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透过主你丰盛稳定，甲你的慈悲怜悯，主你有安尼应允，就算讲父母离开阮，但是主你应允，你永远无离开你的儿女。愿你帮助阮，互阮伫咧面对阮心内，也是讲阮所过去所拄着遮的伤害，恳求主圣神，即时伫阮的内心来工作，来引带阮，来光照阮，互阮欢喜来主你来安尼敞开阮的内心，互遮个伤害无搁继续伫遐来刺插阮的内心，来伤害阮的内心。咱是阮要靠着主来安尼选择饶赦，靠着我靠主来伫迄中间，阮选择要伫主的你的内面来得到全然的自由。愿你照着你丰盛稳定，甲你的信息引带带领你家己的儿女，互阮会通靠着主你的话，我靠主你的话来得到真实的自由。愿你亲自引带带领你家己的教会，甲你的百姓，互阮伫即个真复杂的即个世代，阮会通得到完全的自由，来得到全然的讨棒。愿咱的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咱同心来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276首，献诗第276首，听大的神降临，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永远徛伫同心哦，顺路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ped倒林内受苦，经世界死埋葬雷府，第三日对山中过活，上天。打实日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和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对赦免，肉体倒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第一摆来唔知奉献意的人，通唔通奉献？请陈文南、方美珍之师来施献。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岛的经句，咱用现代汉字本来读。请，我将平安留予你，我将我的平安赐予你，我赐予你，甲甲世界无共款。你的信心通唔通标紧，通唔通惊吓？约翰福音在14主24节。咱再读一解。我将平安留予你，我将平安赐予你，我赐予你，甲这世间底互人的无共款。恁的心唔通着急款，嘛唔通惊吓。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只是咱来重新报告。有第一摆来到咱教会的新朋友吗？好，那我们来看我们 Hello，捐会执事的姐姐还是妹妹？妹妹啊。安怎称呼去啊？监宇牧师嘛，吼。欢迎他。
那么来看报告事项哈。那第一点，本主日第2礼拜后将召开长执会，请长执预备心。下主日为东中长平教会建堂奉献主日，那会由严婉玲牧师前来请安正道。第3点，7月7号到11号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在我们本会有举行暑期的彩虹营。那详情的部分请看公布栏哈。那有问题可以洽询我们主日学校长李琼娥姐妹。第4点，请各团契开始预备下周7月到9月的聚会内容，并于6月15号交到办公室。那肢体代祷的部分，那请大家自行过目。有关会计及各项服饰的各项同工负责的部分，请大家自行过目。那牧师有没有要补充？这时咱要来颁发迄个洗礼证书，要请到志强跟美玲来到伫咱的头前，那个适配能够来拍个照吗？咱因为迄个洗礼证书拢是爱当日洗礼了献上，献上了，搁做迄个，搁等咱的即个迄个。咱会为因做一本即个圣经的纪念，还搁面顶搁去迄落啥，去贴那个烫金，所以需要一寡时间。好，来志强，安尼，美玲。这边，好，多谢，感谢。可以。最后，请咱做伙来吟诗，来吟上言388首，言根归献俾上帝。吟诗煞插无出来祈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